后来这个天气真热，尤其是花莲、台东、中国迄块地啊，因为地形的关系，常常就出现着极端的高温，唔但人挡袂牢，食物嘛挡袂牢。这个富里乡有6成的水伫我田打去，无收成。也有永年8月拢会举办的金针花节，今年恐惊会因为可汗影响到金针的收成，是互农民真惊讲。 为空中来看，本来应该是青色翠绿的稻田，即马煞拢大壳壳，因为天气伤热，佮无落雨，和富里乡的土地拢变成这款模样。这个都干了。土欠水，唔那稻啊会冷去，农民嘛唔敢插秧啊。富里大概有2/3目前应该是插秧期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水哈，说造成蛮严重的，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期做的稻米的收成。 除了稻米，每年8月大家上期待也有这个美景。规粒山拢是黄艳艳的金针花，也不过今年60石山的金针花看起来拢连连。叶啊开始插花搭，应该是规片花海，即马拢是青色的，开无偌济花。当然金针花季都要延期，嘛因为较早并无遮严重，即马农友拢真烦恼。除了影响生活，嘛有可能影响到粮食的奖金。希望讲政府会使提出一寡补助的计划，也无再看天食饭的农友，今年恐惊会真歹过。